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婷。你知道在台南市区有一所非常特别的学校，学校没有操场，而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学校旁还有一大片森林，拥有生态多样化的环境。森林就像教室，而丰富的动植物就如同活教材。今天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进到这所属于大自然的学校——仁德区虎山实验小学。小麦草吧。小麦草，那你们还种过什么？地瓜。地瓜还有什么？有种过番茄。砍它其实蛮舒压，可是蛮舒压，就是要搬它很重，搬它很重。然后到里面的时候，这个刀子会被压着，很难砍。乌班蛙就是它们很大只，半陆栖的，所以它可以水跟陆都一起。3种老鹰，哇，这么大只啊！对，它叫大冠鹫。如果我展开翅膀，要2米哦。就在那上去一个，就发现有一只老鹰抓了一条长长的东西。它有什么特征？它的特征就是，如果它在比较有太阳的环境，它是会有点反光，会变成银色。因为接下来他们就是要做南瓜料理。对啊，所以我们就是先采收南瓜，然后放一段时间，然后料理妈妈再跟小朋友沟通，然后再产出。我进来的第一个冲击就是我们在暑假，我8月一进来的第1天跟第2天，我就看这个学校的所有老师都集合在一起做教学分享，每一个老师没有人逃得过，然后就是他们过去这1整年在班级做的，配合学校的发展的重要主轴，他们在班上做了什么样的方案，然后孩子的表现是什么，他自己的心思，然后我说哇，每一个老师怎么都能这么优秀？有时候适度的压力可以让老师成长。大家好，我是虎山实验小学校长林永成。虎山是一所特别的小学，学校周边200多公顷。都是没有社区的森林，所以虎山就发展了这个 Eco School 生态学校的特色课程，让孩子亲近这一块土地，让孩子以实际的环境行动来友善这一块土地。那么这样的课程受到了家长的肯定，那也让虎山这几年都在招生上有很棒的成果。那这个部分，我们看得到孩子的进步，所以虎山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已经获得3次联合国绿旗的认证，也是台湾唯一3面绿旗的学校。那联合国的规定，你经过了3次认证之后，获得第4面绿旗的时候，会成为永久绿旗学校。我们自我期许成为亚洲第一个永久绿旗学校，这个让我们的孩子跟老师一起来努力。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2月16號禮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台南市政府上午舉辦第4場年底成果發表會，以智慧交通、永續財政做主題，向市民報告。其中，台南市公車自動駕駛的試驗計劃，持續在南科甲沙崙進行測試，估計110檔的年車就要開始辦理民眾汽車服務。目前全台灣攏在進行公車自動駕駛試驗計劃，咱台南伫今年3月嘛通過經濟部申請，6月已經取得第1張試驗車牌，8月開始伫南科甲沙崙這2個場地進行無載客測試。上午該公車嘛來到智慧交通中心展示，交通局表示，預計每年110年就要辦理汽車。上午市長伫市府第4場年終記者會中，嘛向市民報告一項重大試驗計劃成果。在我背后是自驾公车，自驾公车的是台南的未来的发展的一个重点项目之一。这不仅是台南的自驾公车，是全国的实验项目。那因为自驾的轿车全世界都在实验，台湾并不是站在最尖端的，但是自驾公车方面，台湾的成果是比较可以拿出来的。所以说，自驾公车的部分，我们是在努力来做。那现在已经完成了无人自驾，就是无乘客自驾，还有乘客自驾。目前的实验的数据都还是很好，所以将来是不是离
这个上路到一般的道路行驶更近了，我们会积极规划朝向这个方向，等到中央的交通部的许可之后，再来规划可以实验的路段但是目前为止都在封闭场域，2个封闭场域，一个是在沙仑的封闭场域，另外一个是在南科的封闭场域在做实验，目前实验数据都是很好的。相信大家拢真好奇，什么是自动驾驶的公车？其实卡伫路况、号志的信息等外来资讯，目前自动公车的等级也无法度主动侦测，所以日后上路考虑到安全性，也是需要有司机来辅助。对此，台南为这台自动驾驶的公车也是路线相当特别。它其实自驾的话是把这一个按钮拉起来，公车在那个路线上它就会自己走。那如果说发生紧急状况，或者是我们不需要就是自驾系统的时候，我把这边解除掉，那它就会跟一般公车一样。对，所以说目前来说还是需要有个司机在这边，对，就是以防万一说有什么紧急状况发生，那我就可以马上接手这样。虽然全国拢在发展自动驾驶的创新实验，不过台南希望不只是实验，而是会当寄望明年第3季地当真正载客来试营运。台南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长期投入学生手指甲面板用的液晶等产品的大力高分子公司，沿接成立50年，为了进一步发展新的业务，特别甲捷明新能源公司合作，将朝向洁净能源的市场来发展。期待伫都市能源系统方面会当抢占先机。伫签约仪式后，向前大力高分子公司甲捷明新能源公司将要正式展开合作。成立50年来，长期投入学生手指甲导电高分子等产品的大力高分子公司，因为看好绿能产业相关的储能系统的发展，特别甲专种储能设备的捷明新能源合作。除了为公司后续发展做投资以外，也希望伫绿能产业会使抢占先机。前面的50年，我们从传统随着台湾的经济发展，一直做材料的研发。那接下来的50年，我们希望能配合政府做绿能方面的推动跟努力。那我们除了有1900瓦的电厂之外，我们接下来想要跟捷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来共同合作做储能这一块的推动。那目前绿能很多人大家都会推动，譬如说太阳能发电啊、风力啊，甚至焚化炉发的电源等等等。但是这些电源如果没有经过储能，就没有办法善用能源。那我们现在是要着重于如何智慧的来运用能源这一块，配合政府的政策，也来为大力下一个50年创造一个新的奇迹。台湾政府有明年1月1号有一个叫用电大户，里面大概有4种方式，一个是储能，一个是太阳能，一个是缴罚金跟绿能凭证。那因为这关系，所以说透过这样的结构，储能柜的要求会更多，那量也更大，甚至可以创造一个能源产业，包含到电子产业都创造出来。可是怎么用，这是一个重点设备会做没问题，可是怎么用才是一个接下来大家面对的课题啦。所以我们跟大力高分子针对用的方式，在以储能厂或是再生能源的洁净能源应用里面，我觉得做的蛮多规划的。比如说像我们昨天跟一个这个叫做焚化炉，焚化炉跟能源关系不大。可是焚化炉烧的热能转换成电力，电力在夜间的时候存起来，在白天最重要是要放电。这个模式就是我们大力高分子跟我们捷明要运作的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这样的能源应用跟能源移转，还有能源的洁净的一个用途的来源，这大概是接下来储能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也是大力高分子50年接下来的一些策略跟想法。这届签约的场地选伫雅果游艇码头的原因之一，就是未来储能系统也有可能运用伫帆船顶面。所以雅果集团未来也是合作的对象之一。雅果集团的董事长何佑林也强调，这个小型的储能系统会使为无电项使用的船提供有需要的电力，增加使用者伫船顶的方便性。相信也是未来发展的重点之一。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
顶上今年国片票房冠军的久伟，全台票房已经突破1.5亿。因为主要的场景拢是伫台南翕的，加上导演制片嘛拢是台南的主题，所以市场特别号召企业来包场看电影，目前已经有13场做响应。电影《高味》拄也是今年第一部总票房破1.5亿的国片，嘛是摕下金马奖6项提名的好片。更难得的是，因为主要场景拢伫台南所翕，对行销台南的景点甲美食有真大帮助。所以市府文化局拄也补助180万的拍片费用，提供行政资源。伫市长黄伟霆号召，上午侪参与包场的企业甲业务拢到场收听。包括借用餐厅来拍片的头家，嘛拢表达包场的心意，场面温馨。很高兴这个片子是在我的餐厅里面有取了3个场景，厨房跟寿宴，还有那个外面的场景哈。那不只是得了这次的2020的金马双金马，还有破了纪录的这一个票房，那也是为了要支持我们台南。支持国片，所以我也支持市长，我们台南市大家企业来响应，那大家来包场，所以我想应该会再破更高的纪录，2亿的最高纪录。我觉得从退一万步来讲，不管他有没有得奖，我们都要包场，更何况他是得了大奖，好，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这点更值得我们大书特书大鼓励特鼓励，更何况部位里面不仅介绍了很多台南的场景，也介绍台南的美食。继之前的肉燥饭之后，现在又有这个虾卷热，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分希望大家来这个多看这个菇味。那看了菇味之后，光看不一定过瘾，你要吃才过瘾，所以一定要来台南吃虾卷。我们希望说各位好朋友大家一起来包场看菇味。收听高味主要是支持国片，嘛是支持好电影，更是支持台南。目前企业包场已经有13场，市府嘛欢迎市民找时间去电影院欣赏，看完电影顺续来一撮高味的小旅行。台南新闻军志何乔邦采访报道。近年来，中国籍无人飞行机的资讯安全问题已经引起全世界关心。上午4位民进党籍的议员，就联合要求市府爱盘点目前使用无人飞行机的状况，并且一步一步完成汰换，做好应对。近年来，无人飞行机不管伫勘察地形、农业、救灾，甚至是外送餐点等领域，愈来愈普遍。不过，嘛成为有心人士攻击目标。透过卫星定位或是下载 App 同时，会产生出资讯安全的顾虑。所以，蔡小伟等4位民进党籍议员上午强调，资讯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所以联合要求市府搬查，并且提出应对方案。之前在立法院也有立委提出这个根据我们所使用的无人机，尤其是公部门所使用的，是不是在中国制的部分没有去控管啦所以我们今天开这个记者会，最主要的是希望我们的公部门一定要全面的盘查，并且针对中国制的无人机提出相对应的一个措施啊。你可能下载 App 之后，我们通常都会有使用协议书，那你可能就反正我要使用，我就把它点开来勾选同意。那这样变成一个结果，就是你同意了什么东西你自己都不知道。他可能透过你的 App 上过网络之后，他就开始回传讯息，你在哪边飞，然后你飞的地方图纸长什么样子。这个中国制的无人机，它造成了各国治安上的疑虑，也更何况是台湾，特别是这个我们国际上有干净网络联盟，我们应该更加的与世界的民主先进国家，美国、英国、日本、澳洲等等科技业去做接轨。这些所谓的无人机都应该要落实这样的原则，让我们的一个机关落实盘查，并且呢要告诉我们说，这些的这个中国制造的这些资讯安全是否真的大量疑虑之后，立即去淘汰。根据议员调查，目前市府各机关所属的57台无人飞行机，9成拢是中国籍。为了加强资讯安全甲通信安全，市府表示，113年之前，得比较其他先进国家，一步一步完成汰换。
那预计在113年可以把它逐步淘汰完成。那在全部淘汰掉中国制的无人机之前呢，那我们对这个中国制无人机的一个使用呢，我们会对持有的机关做一些建议。比如说第一个，那只限在绿区才能够做使用，而且在使用的时候要关闭那个通讯的功能。一切都是采取离线的作业来做资料的存取。惠中市府交通局嘛表示，真侪中国制产品拢被证实背后有军方的背景，并牵涉国家安全的顾虑，所以先盘点各局处无人无人机使用的现况，尽速甲相关的应对方案送民航局来讨论。台南新闻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咱先扣群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说到台南，你想到什么呢？是美食、古迹，还是丰富的人文景深呢？请跟着我们的脚步，欣赏百工百业专家阅览多样的人文风采，一同开辟阅读新飞页。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德光中学积极发展英语教育，今年伫外交部举办的外交小尖兵比赛，得到全国第3名，已经是连续15档进入总决赛。而且伫台南市的英语文竞赛当中，也旗下读者剧场、团体歌唱甲广告诗3个得优，是台南市唯一的3冠王。位伫东区的德光中学，因上大的特色就是优秀的英语教育。也因为学校积极发展英语相关的课程甲活动，也互因的学生伫各项的英语比赛当中得到真好的成绩。即届由外交部所举办的外交小尖兵的比赛当中，德光中学的代表队也摕下全国第3，这也是因连续15档进入总决赛。是我们小尖兵参加了全国决赛，进入了第3名。在24个队伍当中，这是非常难的经验。好，因为呢有机会可以跟外交部一起去参访一些国际的单位。好，这对外交部来讲也是一个跟教育部很重要的合作。德光第15年进入这个成绩，真的是非常棒。在这2个月，我们不间断的练习，然后感谢那个教育部还有外交部举办这个活动，让我们有机会那个推广我们自己，然后学习到国际事务，然后还有我们学习到国际事务，然后外交部在做什么，然后还有我们台湾人民需要配合外交部，然后推广我们的外交。过程要感谢的人有很多，那个有校长，他帮我们准备很多东西，帮我们增加体力，然后还要感谢圣母妈妈，然后还有 Pola， 然后还有 Wendy， 还有 Adam 帮我们训练，还有怡君姐姐帮我们补东补西。我们的练习过程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意见的分歧，但是我们过没多久就可以找到共同的方向，然后就继续走下去。所以我们有这个美好的结果，都是因为我们中间的一些共识，也有一些火花。有很多的学长学姐，用他们过去的经验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就是可以有一个更好的表现、更好的结果。那也要感谢我们的爸妈，愿意让我们到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才有这样子一个机会，来有这样子的比赛的表现。除了外交小尖兵得到优秀的成绩，今年的台南市英语文竞赛当中，德光中学也摕下独角剧场、团体歌唱、广告诗3个得优，也是台南市唯一的3冠王。台南市的英语文竞赛，好，台南市的英语文竞赛呢有3个重要的项目。首先第一个是读剧，好，那读剧呢有8个同学一组，好，那我们在读剧的部分是取得了特优。那第二个是团体的唱歌，好，那歌唱的部分我们也取得特优。还有呢，英语说故事比赛 A 组
好，我们林真同学也是取得特优，所以呢，德光的英文老师在常年耕耘英文教学有成，所以我们3次特优，好，3项特优，3冠王，德光就是赞，德光老师就是棒。看到学生优秀的表现，校长除了非常肯定以外，伊也认为学生未来需要加强英语阅读甲写作的能力，才有法度互因有更较好的表现。校方也会积极来培育学生优质的英文能力，互因成为会使甲国际沟通的人才。但新闻国无意采访报道。音乐剧《少少欢喜鸳鸯楼》今年度最后一场，12月26号将伫台南文化中心登场。这是春和剧团2020年大型的音乐剧，不管是剧本、演员、音乐编舞，拢是一流的。其中主角郎祖筠甲林俊逸，更加是要用歌声甲演技，要互观众大声夸赞。至少我可以一直思念的说完。原来我们一样，其实我们一样彷徨。春和剧团2020年大型音乐剧《少少欢喜鸳鸯楼》演出阵容包含艺底演员郎祖筠、郭子乾、歌手林俊逸等。剧情讲述现代地方创新议题，用假甲回忆的故事，传让观众感受音乐剧有笑有泪的感动。在舞台上，我们已经琢磨很多的意义。那当然，一个戏里面，如果就像他讲的，我们只是在讲拆迁啊，只是在讲鼓楼再造啊、社区重建啊，等等的，它会变得非常的枯燥。所以当然，在这个相思里面，主要的讲的是家，讲的是人，讲的是情。所以这里面有刘彩棠我演的角色跟他父亲之间的感情，因为单亲家庭，妈妈很早就不在了。有跟安德森从小是青梅竹马的邻居，然后2个人之间呢，就从小就产生了依赖的情愫。我是因为想家，所以我选了建筑。所以我后来成为一个国际知名的建筑师，是因为我一直想要盖一个真正我想回去的家，可是世界走了一圈，发现说只要没有彩棠，没有刘爸，不管那个房子盖得再华丽，都不是安德森真的想回去的家。除了演员阵容坚强，该剧剧本、歌曲创作、舞台灯光、服装造型等等，拢是金奖级的创作。从台中到桃园、台北、桃园，那一路都受到非常好的这个肯定。的票房肯定大家都非常的支持，非常的喜欢，所以呢，在年底的时候呢，在我们台南文化中心来这一档的这个岁末的演出啦，而且这个26号是圣诞的档期嘛，所以大家就一起到文化中心来跟我们郎姐还有我们这个俊逸弟弟要过圣诞节啊。少少欢喜鸳鸯楼12月26日将伫咧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2场，也因为是耶诞档期，川和剧团嘛结合早安美之城、玉珍斋、台塑生技、荣美荣兴饭店，准备了超过400份的奖品，要让观众看好剧、摕好礼。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在云的天气，温度16度到24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12月16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